作為媽咪，照顧小朋友同我嘅家人，對我嚟講係非常重要。建立一個健康嘅家庭係我最重要嘅工作之一，所以我要肯定佢哋得到最好嘅運動、食有益嘅食物，同埋最重要係飲乾淨嘅水。因為只要我能夠幫助佢哋健康咁生活，佢哋就可以好好咁享受人生。水係生活嘅元素，融入咗我哋每日所做嘅一切，由洗衫、沖涼、煮飯以至飲用，我哋嘅身體都需要水。水分充足係健康生活唔可以缺少嘅。我哋唔單止要注意乜嘢入咗我哋嘅身體，更加要將體內嘅雜質清除。呢個係保持健康生活最明智嘅做法。我哋明白建立一個健康嘅家庭環境係最基本嘅，而得到清潔嘅食水係幫助得到健康嘅真正成效。擁有乾淨嘅水可以令到用家安心，令你每一日都可以真正咁享受家庭生活嘅每一刻。安理喺過去25年嚟，一直都致力於協助個人以及家庭得到潔淨嘅食水。我哋不斷開發同利用最好嘅技術，以提供卓越嘅淨水處理系統，建立產品嘅性能標準，為我哋嘅顧客帶嚟不斷嘅創新同埋信心。淨水器對好多人嚟講都好似好神秘，水入咗去又出返嚟，究竟裏面做緊咩呢？所以生產商嘅信譽非常之重要，佢可以令人用得更加安心。NSF 係一間關注公眾健康同安全嘅公司，致力幫助大眾生活得更安全。我哋有非常詳細同精密嘅標準，以確保產品安全同埋結構穩健。而生產商對濾除污染物嘅聲稱，亦會作出獨立嘅驗證，保證每一個家庭都可以享用最乾淨嘅水。人生最終嘅目標係有更長久、更健康嘅生活，所以必須確保我哋飲緊嘅水係最好嘅。水令到我哋嘅身體同器官更加健康，幫助我哋嘅皮膚睇嚟更加靚，令你感覺更好。你都會想要一個 eSpring， 我哋將佢設計成一個小巧，但係一切盡在其中嘅組合。睇下佢嘅運作原理啊！eSpring 智能淨水器嘅濾芯配備紫外光燈同埋一個活性炭濾芯於一身，呢個係淨水器最重要嘅部分。當水流入 eSpring 後，活性炭濾芯唔單止可以濾除粒子同埋沉積物，更有效去除超過140種對身體可能有影響嘅污染物，帶嚟最清澈、最好味嘅水。我哋更加入第二重保護——紫外光燈，佢可以做到活性炭濾芯做唔到嘅功能。佢可以有效殺滅微生物，例如喺供水管道出現而影響你健康嘅細菌同埋病毒。紫外光燈只會喺水流動嘅時候運作，喺提供以濾淨嘅食水嗰陣就更加具能源效益。燈管亦係以無線供電，呢個亦係 eSpring 獨特嘅地方，既可以免除電線連接，亦簡化咗更換濾芯嘅過程。我哋宣稱對污染物濾除嘅驗證係喺好嚴格嘅環境下進行。我哋會喺相對高壓力、高濃度污染嘅條件下進行。同時，我哋喺生產商建議產品壽命後進行測試，以確保淨水器能為家庭帶嚟清潔、安全、健康嘅飲用水。安理嘅活性炭濾芯架同紫外光燈唔單止符合安理公司嘅嚴格要求，更加符合 NSF 嘅嚴格認證程序同埋標準。最後 eSpring 備有一個令你無後顧之憂嘅電子監察系統，令你可以睇得到淨水器係點樣運作，例如你用咗幾多水，濾芯用咗幾耐，甚至會提示你幾時要換濾芯。我喺度做緊一盤幫助人嘅生意，利用 eSpring 智能淨水器去幫助人，真係好有滿足感嘅。因為我知道我可以用 eSpring 令全世界嘅人都飲到最好嘅水。換句話嚟講，我能夠透過產品開發，提供最優質嘅產品，幫助其他人生活得更好，嚟實踐我自己嘅信念。eSpring 智能淨水器能夠俾到我安心、
令到我嘅家人飲到最乾淨、最清澈同最甘甜嘅水。佢可以將雜質同一切唔好嘅嘢通通咁過濾。我好中意 eSpring 智能淨水器，因為佢係用緊2種唔同技術去淨化我嘅水，兩者一齊配合去除有機化合物同埋潛伏喺水入面嘅病毒同埋細菌。咁樣我每日就可以得到乾淨、清澈、安全、甘甜嘅水，咁係非常重要嘅。當我哋嘅年紀越嚟越大，我哋嘅身體一定要得到適當嘅調理，令到傷風感冒同埋啲病菌遠離我哋。年紀一路大就好似成日都冇乜能量咁，仲成日都病添。但係而家我真係要認真咁諗下，點解會咁嘅呢？原來喺我哋嘅身體入邊，一直都有嚟自加工食物同埋壓力而造成嘅毒素嘅，而呢啲毒素令到我哋嘅身心造成損耗。要擁有健康嘅體魄去應付每日嘅工作，可能會覺得好大壓力，所以一定要令自己身體水分充足。有咗 eSpring 智能淨水器，你就可以擁有最乾淨、最純淨同最甘甜嘅水。當我哋用咗 eSpring 之後，就唔會再轉用其他嘅淨水器，因為我哋知道佢係最好嘅。eSpring 智能淨水器能夠處理任何嘅雜質，無論喺顯微鏡之下可以睇到或者睇唔到嘅，我都唔使再擔心。我只需要行到水龍頭嗰度，一開就可以得到一杯我最需要、最乾淨同最安全嘅水。另一個令我中意 eSpring 嘅原因就係佢好容易安裝。佢有一個內置嘅監察系統，我唔使擔心幾時要換濾芯，要換佢就會話我知㗎啦。eSpring 外形設計流暢小巧，功能齊備，你唔使嘥時間去擔心點樣操作、點樣保養。當我嘅小朋友去到廚房，佢哋就可以好輕易咁斟到一杯乾淨嘅水。有咗呢個淨水器喺屋企，我每日都可以睇得到佢帶嚟嘅好處，因為佢嘅淨水令到我嘅皮膚同埋身體每一日都好似充滿能量咁。安理直銷商今日有機會為佢哋嘅顧客帶嚟一部值得信賴嘅淨水器，真係令人覺得好驕傲，因為我哋正喺度做緊一啲對世界有益嘅事。我可以幫助我嘅顧客、家人同埋朋友生活得更加好。